谁来做客？卖人来了。爱做的按你讲，我不觉得是夸下海口，但是有看台剧，无可能无看过伊做的戏。今日来除了的是杨氏制作人，咪系婚草文创嘅董事长唐生勇，欢迎堂哥。还有一龙好，大家好。业界都系很唔堂哥，所以讲堂哥都底系唔诶，应该已经可以这样。后摆很多小汤啊，做披萨的事。哦嘿，更加系堂哥。左边的因为我随时张播出的时间，就讲话外之一 ，Yellow Doctor 做睇有一个第一年做披萨嘅，认识嘅一个前辈，佢就下 email 冇讲，佢可能也随时动好，佢还个小汤，我想说哦，好久没做小汤。嘿，虽然也冇一路，不过大家就系尊称堂哥诶，因为哇，其实头多人讲哦，也经验做的嘛个戏，随便讲就非常多出，可是其实没有很多年呢。然后你像经验如也长美，如上翠戏在上，这量是非常惊人呢。这是因为你要提供媒体嘅变化一直开始嘛，用按嚟讲就讲，以前嗰啲人露头牌是有3台甜甜的哈，我 cable 台出来之后，一下就变台湾做嚟看用300台，不过用路以后可能又多100-200的400、400-500台，就大家都也今年因为 OTT 就讲 streaming 这种 TV 出来 ，Netflix 等你来，其实大家有改变了深度嘅看媒体嘅方式。嗰时候我开始就想讲，迄个我做唔得，就讲加紧我的制作的速度的话，我用版哈，因为大家就洗嘢咪哈，大家平常需要很多人用，或者差不多5年、6年前开始我就加紧我的速度，不过差不多1年啊，就做出3出到4出。系啊，我讲堂哥，因为我哋熟识20年了嘛，吼啊，我哋关系咩过去拍，伊系我以前的总管同事，咩系同学，吼啊，今日伊按无限，啊，几难得抢到伊来，同我哋打嘴鼓，啊，当然，我哋对人嘅先头前开始就会客家。好啊，今日没有像堂哥带来几多一个小物，我们用下的细细嘅物品来了解堂哥也嘅人，好，我们路来唱处理本我们地方，看他我们很唔够神勇，是不是很肉麻？很肉麻。我说来讲堂哥，好来看地方，也系一种 CD， 我有印象，也大讲下3个姊妹后上嘅歌，客家乡声，系。第4届台北市客家文化节，俺的看是不是有老花的那个年纪？他也，也几久以前的呢？1999年。啊，也个你感觉对客家一件事情很有标志性的，系咪？错，你看，其实第突事性的时间就讲，可是其中，请老七家嘅母文化源头考虑清楚这件事情，变成重要的。不过一层膜，唔通太好路有发现哦。突事性的时间就因为那时间老师，你要对讲事情的老师亲乖，多奇奇怪怪，冇咁用各种嘅生理床嘅，冇咁用嘅红门嘅来自，因为事情係實較自由嘅學術嘅學校哈。我嗰時有大可能嘅對呀神化啦、文化啦，還有作品嘅想象。我後來就學校嘛，畢業嘅出題咗以後，一出就想講我老弟弟非法做下家嘅東西啊。1997年，嗰時嘅台灣電視台請嚟，佢講做嚟台灣電視台做節目嘛。我就講做得啦，我講我要做下家。嗰時就講其實講啊，怎麼那麼特別？你請我做下家，嗰時冇乜下家節目。我說比較好玩來做啊，做完你開始咧，嗰時就做嘅時間，1997年開始做，準備1998年做嘅，我請李喬老師做主持人。佢突然間做青島嘅東西，因為嗰年開始我就聯絡到台北市嘅客家文化基金會嘅時間。其他就開始做嘅青島嘅客家東西，天嚟開始嘅啦。我一種蠻重要就講，因為佢用嘅四則聲啊。糖豆嘅時候講，青島個客家先生，基本上講太杜非地度，大家安尼行嚟行，因為你睇講冇講客家話，根本唔啲客家人。有時會彈出講客家腔國語啫，會彈得出來。做這樣子。你睇下年就會冇厲害，不過
一只法通吼，迄只个时节客家文化嘅泰型嘅法通，伊就讲带领客家游行，游行就讲老太太讲客家年有先生，莫安尼空到都市嘅各国安尼吼，那所个一只观念清吼。那也因为安尼，家就要出一种算式，一种其实所谓的高位啦，好像声响来的高位降低了。所以讲像这时间用一种算式来做，轻有一种题目来做的时候，非常特别性啊。因为呢就讲汉客接圈客家嘅都非客家人较多。后来其实作为李球先生，作为同文化有关的嘛，吼文化国家安尼啊，没文化国家，家下还没。很多大爱客家周刊。哦，天嘅，嘿，啊，里面都系印做印度，啊，都里面做戏剧，戏剧又爱用那韩国多的东西，啊，都印做印台，安尼，安尼来看天意方，看佢带来嘅物品，过来讲伊嘅故事，讲下天意方系嘛嘅，哦。茶经也个迄剧本书咩？其实也本专门印本公众人员嘅课呢。按台本，就讲其实有时佢用一种A4 嘅 size 做啦，冇也就做到一本书。其实第一步就用一本就所有剧本嘅内容就喺度。所以做茶经嘅时候，搭上就拿到一本啦呢。人家做到安精美哦。因为都是会出版的呢。因为都开始做的时候，视觉就按你出来，就压主视觉出来哈。比如说像所有公众人讲，要开始做一下东西，他每一只地方就都会懂认真安尼哈。唔睇客家电视时期都做的非常多脍炙人口的戏，家下当然都系同客家有关。里面离开的，唔过茶经都系唔过有代表性，含戏技术，其实冇对客家离开呢吼。唔同我想讲。我做伊的韩国有指标性的，当然字眼韩国多诶，不过也无按头戏嘛。嘿。应该按你讲，都开始第一做台湾电视台做客家节目，差不多做了3年。做一做，结果嗰時就有颱風彩來，結果我頭家就講，所有事情改變，都在做別的節目嘛。嗰度我哋開始做別的節目，當然戲劇媒體都開始做安尼吼。不過到各位2-3年，嘅客家電視台成立咗幾多錢啊？唔過我冇過意，一直到嘅嘅乜嘅共同電視台、共同 TV， 一個公廣集團開始客台接過嚟以後，就係將其他錢係將過意吼。當然係經常講有機會做客家，我就做，所以鼓數幾下錢嘅，其實公共電視台還是較好啦，公司嘅較好。比如而家唔是上岸多，就講考慮講收視率啊、商業性，就像安尼做一人我較有想法，攞啲東西做出來。嗰時間當然那時候電視劇係一隻電視台嚟講旗艦啦，吼，客家話有乜個名詞都嚟講，不過就是一個旗艦可以帶動整個電視台。嗰時候地下台開始就做了青島嘅戲劇，吼，不過嗰時間因為客家電視台身份嚟講，一定想用錄嘅，一錄就講做較客家嘅東，純客家嘅東西，用客家農業社會以前嘅東西。那我一張就做較新嘅東西，就講現代人嘅生活嘅東西，用錄來做吼。不過人家提講嗰時間冇乜錢，吼，嗰時間做嘅東西較有限啦，吼。一直到茶經到青海做茶經嘅時間，因為嗰時間已經做嘅亮出較有名嘅戲劇嘅吼。麻醉風暴啊，嘅我們以後的距離。嗰度大家會知道講，有啲執念就等你來吼。嗰度從嗰出戲，因為佢成本較高嘅，咁我想講，佢就做較大條嘅，因為客家做冇一隻，做過一隻個，安尼有這種跟一般戲，其實上嘅比一般嘅戲還較高嘅規格來做啦。但我大家看到客家，非常講嚴重比較邊邊嘅，而且有就好嘅這種。那所以講，我就到嗰時間注意重整講，客家要做主流嘅話，一定要做出來，然後一般嘅作品吼，做得強國嘅美嘅東西。嗰個茶經做出來嘅時間，是真係得到青島嘅朋友嘅多啲係有你們啊，加參加每一隻董事長嘅 KTV 就加啲有人嚟講茶經，多啲係一直講，嗰時佢做出來。讓向你青態吼，
我想就会他最后来讲，他改个下一步就讲要做到直接跟世界对位的东西当做对了。就係嗰次嘅學習就其實一開始就冇講過我哋客家安尼如何。佢一開始就想到幾多，我哋唔試下長嘅，但係個技術來探究，唔幾想法面用嚟嘅，同一般人做節目對客家嘅想法冇共用。唔先試下長，我哋過嚟講。都是那公司就第一件事情，然後同事講，第一件事情東西就打你 Netflix， 全球人看得到哈。我做會到嘅，我做到嘅哈，如果有做嘅，都要做嘅產出啲 Netflix 地度。接來做客慢熱來了，今日來錯了嘅係我嘅過去無間嘅好朋友哈，戲劇嘅製作人唐生勇。他個頭都哈無開機嘅時間一路演講，伊過都好講哦。我哋講上戲就可以，因為伊是在伊睇涉獵嘅東西比較多啊。其實我哋以過去以前都睇學東南亞嘅語言，好有篇錄一本書，泰文係真先學嘅。那嗰時間啲客家電視台是提落嘅時間啦哈。因為你要講對語言這些是客家青春嘅東西，其實有些事情係想客家伊攏咩地方，你會想到去解客家語以後，你會啲地度前地位做啲發展嘅東西，比如講我做戲劇嘅題目，我總會想講這種曬嘅你會曬來曬去移動的人，所以就會想到移工。就想到移民工，還有移民那些事情。嗰種我會搭在戲劇，我就會想移民工的事情，用來表現戲嘛哈。從語言咪係，我知道講，大家學客語即會知道東南嘛，大家做乜冇來學，冇人寫落嚟學撇咧哈。嗰時就想講，其實我知道講，東南亞係就同奇妙地方，而家就千多國家嘅哈，佢按些地方，大國的語言就冇共用哈。中澳線泰國嘛，當年都講泰國嘅時間，影視業、廣告業都非常嘅拍嘅鬼片非常多嘅時間。在我啲2007年、2006年開始想講，我來學泰語做對了。嗰時我天天在上班，就開始去補習，嗰時泰語補習班，台北一個泰語補習班去學嘅咧，學差唔多1年半到2年咧，下啦堂啦吼，講法啦都冇問題啊。唔記好好戲吧，一次都冇可能嚇。啊，我頭一開始講，我兩個係同學，係研究所嘅同學。從嗰時間我就想講，因為做戲劇做久誒，我想講本質係乜嘅本質啦。就話做啲前頭嘅戲劇嘅年頭嘛嗬。嗰時間就講北醫大就講啲前研究生。我就冇嚟討好誒，個個就亂講因為我知道都挺好看嘅。都好關哈，就是講 concert 啦，劇場。我就想問講，你啲前學生都來冇？你都講，可能目標不一樣嘛哈。不過嗰時間我就講，其實佢也唔是考試，口述跟資格審查。我講按嚟好，唔是先讀書按嚟。結果就強下一考，結果考到誒。結果你喺體育畢業未？還是聽你咋？可能聽你嘅，係嗰個風勢比較長，我後來都係佢，因為我哋家下路佢無限嗬，唔係副台長，我係新聞部，佢無限行去讀書，痛並快樂着，就係佢痛苦，唔過後來唔掂，我好嘛嘅再去學嘅時間，佢快樂呢。佢係唔似個上嘅東西，係，嗰時候不慣用嘅，唔掂來排除所有嘅問題，會做。嗰個可以做出新快樂啊！係啊，當禮拜在做陣，那上課下課安尼。係喊做司機，假使他個見面嘢講啊，我冇辦法，我強講，我說，哎呦，安姨啊，我希望，啊，唔睇嗰邊學到嘅東西啊，唔講我對你後來做戲有乜嘅幫助嗎？親身去講，因為讀到嘅先生吼，每個都稱讚到吼，有家到研究嘅東西，係我冇看過嘅兩面吼。你從戲劇嘅東西，雖然我啲客家做戲劇，唔過我真然係多北大嘅時間吼，聽啲老師老戲劇嘅年頭從講起來，我講接起來千多嘅事情，也因為嘅
地图老师请来看，不要得看青岛的书吼，会懂得书单不要给他掉。你才会看到哦，原来台湾有个公约社地图的几个主角，迄客家人，伫啲客家做嘅时间创客家歌嘅，啲好多总是创好多嘅客嘅吼。我那时候要亲神奇吼，做古种眼咩准批嘅吼，就讲不用到嘅东西，不用到眼嘅戏客嘅。像唔啲讲茶景里都有做一摊嘅戏客嘅东西，戏客人嘅东西，就讲你到夏目雪一只角色啦吼，就會因為講啊，係啊，我想哎呀，做得不容易啊，嗰時間特別其實唯一嘅嗰個年頭唯一嘅嘢就看永樂戲嘅啲看表演嘅嗬，我就做得近未來嗬，嗰我就透過人哋青島嘅資料嚟看咯，因為有學習啦，有嘅去北大學習本來嗰度錄嘅出來，當然還有很多動作啦，因為看表演那件事情，過去看嘅時間就看你就算，不過因為要讀書地度，老師不讓你講這個事情。假如你看表演或者看片人的表演時間，就會想講，嗰種表演嘅本質係乜嘢吼？那像本質咧，輕鬆啊，講客家嘅本質係乜嘢？大家講嘅使就使伊啊吼，像我前幾飛吼，戲劇嘅本質嘛就很像。韓國人哋影片有看到，其實唔像語言如何嘅按度做，韓國有非常多國家嘅東西吼，比嘅非洲嘅啦吼，錢啊有。帶戲的聽聽啊，伊朗嘅啦，吼，嘛個緬甸的啦，如果其實從頭到還前開機嘅時間，聽嗰度應講啊，大阪嘅世界博覽會一定要去，如果其實我感覺唔嘅視野大過快，嘅係用嚟開始嘅，唔同地講我去學很多東西，就企業國土對我哋韓體。細客家睇看嘅時間，你就已經看出去嘅。唔可以去講，人哋廣東人可能會想啊，我哋做客家，也跟同客家有乜嘅關係？唔好先咁樣嚟想，如果先出去，語言如果連斷落，嘅雙方面嚟開始嘅。迄個你想講，其實台灣真奇妙啊！一隻細島，你都出去，隨便一隻地方一定都坐船啦，幹嘛？做咩行動多？嗰時候有時間，因為客家嘅政治背景，應該講台灣嘅政治背景較貼邊嘛吼。唔講因為冇乜邦交國嘛解吼，嗰時候你都即個前幾飛。其實我一次看到這種故事或者這種事情，即個前幾飛啊，就人家就知道講當批貨吼。台灣就安尼啊，反正不一樣就講，我們必須孤立在太平洋的小島邊。嗰時候你去界會出去看，也沒用本車去想嘅哈。嗰時候我有機會話就會經常講，有做到乜東西，一定都會被大家都能看到安尼吼。那前幾日到客家天使嘅時間，我咩安尼講，大家同佢講，我做呢個白老客家，只是請世界客家人來探訪啊。嗰時候嗰時就做青島做下客家全球客家嘅東西，其他事情沒響用啊。迄講有做戲劇嘅時間，做嘛 Netflix 剛開始嘅時間哈。那就辭退客家天使，辭退客家天使嘅工作，係咪做嘛咯？因為那時候講一種新嘅媒體來嘅，佢啊，迄講迄個東西不用到 Netflix 做嘅時間，佢全球你看得到，唔是一隻國家去賣嘛。過去做嘅東西做出來，一隻國家去賣，你嘛？沒有，你講做出來，你就賣本給，佢就全世界看得到。所以2013年嘅時間，就老嗰時青就講，我想要做嘅咧。因為我知道講做 content 嘅東西，一定老做平台嘅經營冇用。你做一隻天使有天使嘅風範，唔過你做內容時就較冇用。嗰時候我嗰時就講，好啦，實在出來做其他嘅東西好嘅吼。當然嗰時當然到新嘅公司，我就第一件事情，讓我同事講，我第一件事情東西要打入 Netflix， 好，全球人看得到吼。我做會到嘅，我做到嘅吼，如果有做嘅，都要做嘅產出啲 Netflix 地度。當然，我一變成一張名片，我去全球世界各地讀到你嘅時候，我做嘅出去啲 Netflix， 佢全部就Netflix 就看得到吼。那作為安尼一種變化啦吼。嗰時候就加唔滿嘅問題講啊，其實當時想嘅本車嘅東西，想嘅本車就想用大老一規則打開來吼，做到更加態度嘅。假使有人想去行一條路啊，有個建議都係像安尼，都係五感打開，乜嘅路去學安尼。我知道大家嘅人嘅特質冇共用，你要先了解自家。
所以要青春要去了解自家。那第一世新读书的时间哈，其实很学生的，就迄因为讲，学校嘅老师就讲，你要先认识自家，认识自家唔要讲，认识自家嘅，无谈啥个性咯哈，无谈啥唔咧好物嘅唔好物嘅，可能你弄会来嘅，你念头会物嘅，物嘅係唔係親好嘅事情，物嘅係親唔好嘅事情，物嘅事情會驚，物嘅事情唔會驚，物嘅事情唔會知道講當神奇，應該結合幾種方向安尼。了解自家係安尼嘅狀況，了解自家當做對根據自家嘅優缺點來做優點咯，還有缺點來做改變係啊。佢就唔拉，你就上網單位安尼吼。所以我知道講。譬如講有信息，不管做乜條路啊，我知道講認識自家真重要，了解自家所有嘅較強嘅東西，較弱嘅東西，當做啲從頭來安排自家，安樣會學過年嚟安尼。剛才等一下呢，阿通哥，我帶大家去到十萬鐵牌嘅地方，睇下一天上到喺哪，好，我哋等下個多進來。我跟你想講，係做我想做嘅事情為主。因為人哋唔做很有想過啦，不過就講冇想用，反正我做乜嘅東西做啲不用學嘅東西嚟來，我就做乜嘅做啲不用學嘅東西嚟來。呢邊就係台北市嘅客家文化會館。頭擺要準備去不斷去團時間啦，吼，就第二邊做練習。那個客家文化會館吼，頭擺22年前，然後第二邊，就加入地方做很多嘅事情吼，比如講，要地度有一個空間嘛，吼，然後就呢邊跑。就講不斷去排練就第二片吼，有時間沒有啲上面，有時啲都係有慢慢發通嘅時間，因為現青島地方就做到一家就做對了哈。其實青島年哦，青島特別是個客家鄉親就來片學習啦，吼，冇就落邊讀書啦，吼，可能客家嘅東西，本客家人有一笪地方做啲第二片做自家想做嘅事情。例如講青島嘅客家嘅小食啊，像客家嘅專門嘅雜誌，還有報紙啊，還有啲客家語文嘅小食啊，發通嘅小食啊，就呢啲片做得拿到啊、看到啊，然後真好。因為頭擺啊，得到客家嘅小食清少，客家菜之後，收工嘅時間判了以後，其實人家大整年就想要請到，也要有聽啊。有時間啊，人家會來到那邊啊，這個公園那邊哈，就舞台就搭到那邊搭起來哈，或者說啲那邊練習啦，我就表演哈，或者說做啲本日附近嘅居民，我就啲來客家會館嚟看下表演哈。客家不得就輕輕鏘鏘嘛，又要有熒光哈，故所就青島附近的人來看嚟哈，呢度有時間有客家文化會館來了呀，搞了一年哈，來呀看下表演哈，即係清神氣。放下什麼？然後人家當年就你就做評審啊？冇，我今年體育班做評審。那有可能？我今年體育班做評審。冇可能啊！那頭兩個評審還有做香的呢。客家大佬，林奕春。那你個前輩，他是那個 ICRT 那個教課語。沒有，我倆今年開始冇嘞啊！今年開始沒獎哎。我們自己也是姐妹團咯，我弟弟係嘛？大佬。但係我弟 Alice 彭係嘛沙 ？Alice 彭。哇！我有時會做兩個片看一下，有時來兩片可以啦哈。你特別是客家文化事務局兩片嘛哈。參軍沙歌、春文、愛打坐、叽叽咕咕、做好冇香樣嘅客家人。即係特別是有一個客家會館哈，本來
下掉了俩发通啊吼，对来讲，迄做客家嘅一个青春嘅开始啦。再来做客慢言来了，头多汤哥带大家去到眼尾几久无去嘅特别是客家文化会馆。哦，几只嘅眼尾係幾多回憶呢？你會去邊呢？以前也不是我去呢。我哋客家天台嘅時節都下巴有發通啊，嘛嘅上課沒我去，吼，因為20年前其實客家嘅相關嘅幾種會館冇按多，係，嗰時候大家如果去到幾片，啊，唔係講到幾迄年，唔做客家戲，嘅年頭。一個是布袋戲，我還記得你做嘛很多美戲哦，錄美戲哦。美戲哦，做一個那個美戲，他家去，像我當年那做，還有幾家鐵路嘅做，咱就講他下班以後就去。你都冇有一個想法嘛？我做一隻布袋戲。其實青都我喺講，嗰時節葉石濤老師做一隻，可能過3年吧，哈。哦。其他就想講，做一隻布袋戲，本來就看模吼。哦。就按吼，佢就請到黃武山啦、秋風龍。黃武山佢喺李天祿嘅算是他的嫡傳弟子。好，另那位就個秋風龍，佢喺小戲園的嫡傳弟子。你用個台灣清泰嘅布袋戲團就冇做客家嘅哦，我家嘅徒孫兩3年出來，就嚟做下出戲啊。做咗以後，佢也就想講，做會不差嘛，所以挺好，做會蒙好嘅啊。過場地度就大家之後，蒙好搞哈，過頭就有你送講，不然你們成立一個團好了。哦。各位下一位說，那誰要當團長？大概就自愛啊你。結果之後我年紀他太大位了。你家還算太大位啊？嗰時間我張冇幾多歲呢。哎呀，人家還冇幾多歲呢。佢後生啊。武山都還沒當兵，還在學生，佢還讀北藝大。哦。嗰時間2幾年啊？2年差唔多啊，21年啊你。啊，千好上啊！啊，陸正健係作為錯，就佢是做誒，當年我畢業做台中，就幾件事情輕鬆腰嘛嚇，做新的題目啊，第一個老佢半年都出節目嚟就去嚇，第三個要做司機，就講第二就講，還有按你要做嘅話，佢交一錢啊，比如講嗰時間就請台南啦，咪就講台北市啦，就做客家，我因大家要考客家布袋戲嘛，大家說客家有布袋戲哦，說要去甲做嘅吼。嗰時候就會留佢接觸嚇，咁你就錢冇幾多嘅，唔過就錢做得本下就做得來團簡單嘅運作嚇。嗰時節接講拜6拜年嗰陣，安尼先去駐茶嘅，做一台清泰嘅 TX 就清泰嘅908呢，去甲開安尼，6拜冇佢講，可以就再去甲，可能裡面台南就10多台南安尼，我變成司機啦吼，當年接觸業務也在操作，嗰時節。其實平常時啲台灣台上班做節目啊，晚上排練，我假日就會講，大家大家去表演嘅哦。嗰時就親力行啊，所以嗰時體力唔用落嘅。燃燒。啊，青春講，因為也兩三喺上年，佢講鳳龍甲武山，佢也拄好就客家年，也兩三就同好布袋戲嘛，吼，就講喺做看啊，就挺好。當然還有動到志工啦，吼。像下得財務不但係啲銀行上班嘅吼，還有啲像居民啦吼，大概就啲嗰時間去就啲客家基金會嘛吼，跟從啲家就啲家片，所以有啲客家會館新逢邊啦，嗰個當禮拜一啦、拜一啦，我做到幾片練習，就啲客家會館練習。你係真嘅係認真的？認真啊，冇講笑話哦。哦。寫新嘅劇本，做新嘅道具。也個是哦，你也真人啊，其實路行係客家佢重要嘅一群人咧，大家路行留喺客家呢。錯個。係，嗰時節，銀行嘅部分一開始還在做傾斜魚嚟做。係啊。嗰時候加到大家就講不管用嘅一條路還在做得都得做啦。家下嘅氣氛形容咧，就係從唔係安尼嘅人，安尼嘅客家後生嘅。他也唔多呢，嗬，行起已經有公司。其實青春就客家會館咯，就咁講嘅。前多年去改變做嘛，因為以前過去客家嘅東西，知道講，你啲苗栗啦、啲新竹、啲桃園、啲閩南、啲屏東啊，嗬，
台北青岛年的青岛话讲，新北叫做台北县啦。青岛话讲，伊有高野有白马街吼，毋过其他就无一只铁缝做对不加到，就讲底下发通。其实嗰所讲台北文化会馆嘅时间成立嘅时间，过去了，佢老嘅台湾嘅户政事务所做改做客家嘅咩吼。其實青島你會去嗰邊加重啲啦，哦，其實就當年還有考場哦，就像講迄個買考場哦，搞行義啦哦，做嘛有啲會新嘅東西，都看得到。吼，按重慶看26年，都同客家有關，一定也會遇到幾多困難，因為老實講，以前嘅客家天師遇到一啲會爭議，都人可能唔了解嘅時間，會有幾多爭議嘛。下班我感覺數到打擊啊，你聽也會呀，種愛有才情，唔可以唔是做客家嘛，大家都唔是講白啊。你話你想講嗎？我冇想過事情呢，我跟你想講，還是做愛想做嘅事情為主，因為你唔做很有想過啦，唔過就講。冇想用，反正我做乜嘅東西都在用客家東西嚟來，我就做乜嘅都在用客家東西嚟來。所以我記得有同人講，就下班一出去完全同客家冇關係，唔過也會想，哎呀，佢媽媽可以講客喎，也佢爸爸可以講客喎。有幾擺我會講，有啲媽媽可以會講客啊，唔要本演員。走。就像做，比如說麻醉風暴時間，都好莊凱勳啊，然後朱。給他戲曲的朱老師，一個朱露豪老師，給他都好出，給他做咗對手戲。講冇，等下人家就就開始講下嘛。哦，因為莊凱勳以客家天師嘅戲也嗰個講嘅。錯。哦。嗰時候就像也做話外之一，也張做睇嚟哈，給都到楊一展，佢就講起漢人，我說漢人你要不要講幾句客家話的？因為佢做中介嘛。我就跟他講說，中介嘛，該發出會講啊，你們講印尼、越南語、台語、客語什麼都要講。求生存嘛，哇，就當見眾，佢大家嘛，佢爸講，哎，這樣另外講，然後就念起來。嗰時候唔掂嘛，就撲一出去撲地以後，因為佢要機會用客家話，第一擺用客家話做戲嘛，嗬。講嘅唔會差呢。講好。嗰時候我就講，嘅世界客家博覽會啊，唔做得來演師嘛，做。嘅人嘅客家事，如果真嘅一家咁客先嚟吼，結果佢真嘅來，就當年就嗰時候嗰時世界客家博覽會開幕晚會嘅時間，佢爸爸媽媽就突然來哈，就佢媽媽親歡喜，沒有想到佢來也有機會用客家話嚟做呀意思人做。講啊，迄張呢？親和，佢喺南埔嘅客嘛，吼，就啱啱動歡喜佢就佢邊做得來吼，做得因為有機會，佢就父子做得用客家話，佢媽媽係客家人吼，就。做啲用負責嚟傳遞客家嘅東西啊，所以我喺香港，其實你想要做嘅東西，用咗情感多嘅時間，馬時間其實會自由出來，有時有機會來就講，冇啦做呀，其實青島機會就係你出來嘅。你講我下擺會想過奇怪，因為你做嘅嗰度幹大事啊，你在幹大事安尼，做幾多幾台事情，唔過講起來如真係雲淡風輕咧吼，用嚟處理自家嘅按度壓力，因為壓力聽過台啊，唔見係動失蹤咧。哦，唔講戲就好嘅啊。沒有，因為有時候上聽到冇效啊，我知道我有隻係講 personality 啦，個人特質吼，那頭前面講，那選擇是自家。那第七個人格特質，接下來做乜嘅事情就順着這個特質來。你講講你嘅特質係乜嘅？我做會唔講戲啊。哦，係哦。係啊。你幾歲發現唔講戲？就懂幹嘛。哦，唔過後長路發現咧。發現咧，就我買嘅東西就吃虧啦。吃虧啦，這樣通用嘅嘛，冇好就改啊，冇偏一定有路走得行。哦。那做安尼啊，係啊。唔免逼自家安尼想，所以唔敢講嘅心嚟係安尼。其實我挺隨性的，我想嘅我做就做就可以。唔係人唔可能睇50人攝嘅一個節目，睇擺有嘅來賓，我同講你聽唔啲，一路係個小屋啊，總係咁慢慢嚟，
啊，今日冇带也嘛，也冇带，替的安尼耶。我改带也嘛，干嘛干嘛，就会很随性。对。然后路是人走出来的。对啊。完全。嘛，刚才就做在讲，嘛，个同性都在讲，要数辈人都在讲，要三种在讲，讲的故事都在讲。嘿，就会过随性，不过行喺睇得懂我去的味素，错，也可以很值得学习。等一下呢，汤哥如爱本案人来说，对于有特别意义的料理，嘿，唔知系乜嘅哦，等下叫我来说。哦，嘛个东西。这个唔记得。啊，亲戚这个为安尼，那个我演别的哈，就这个拿出来下，拿钱出拿个出来笑，你能买的东西，那就会帮人家破大。买东西拿来用啊，咁我头先点方嘅糖。我呀，是我呀，就是所以拿。先来做客慢嘢来了，今日来炒料的系一顿无限嘅我嘅老朋友杨氏之众言同时用汤哥，第拜有安尼，都系可能真係老朋友吼，俺哋我因講多嘅俺哋呢小幫手一直畫圈圈，所以就冇講誒3-4點鐘冇問題。我留樣誒，都有個最美嘅雞湯，俺哋攞來食，湯哥帶來對有特別意義嘅料理，俺哋唱處理夢本俺哋可能生係乜嘅，哦。也个是水板嘞，水板，能讲水板，也能讲碗的板。啊，你要讲碗的板啊？碗的板就是用碗。错啊，鱼米也石头边的啦吼，那边较讲的。现在比较摆盘。还摆盘，条摆就一个碗的吼，这个地图，可以用个要没用呀啊，还用个嘛木小美冰剧那个重个。哦，木头这个，过因设态以后就不用改变，给踢为了熟啊你，俺哋晚上係我有一個幫妹，伊係起家茶，後邊有一個餐呢，你係用嚟，也是起家茶。叫凱丹，我用不會改定的哈。我們沒差幾歲，你係凱丹沒有？凱丹咩？佢都一三五卡去買嘛哈。比如說你買那邊就打開來，你看是甜的，還是鹹的，那都上色啦，甜的因為鹹的因為清厚啦。所以其實禮拜就其他一樣的韓國。家下水板對你係珍貴的。係啊，因為嗰時節可能冇按，他家啲屋卡做嘅菜啊，平常食飯東西，冇，因為他做嘢挺麻煩的，你做嘅咩話弄米啦，米做出來可以都得料啦吼，又不用問題多，嗰度還要整嘛，其實屋卡你冇咁多時間做嗰種東西，雖然講屋卡。那我看以前小雜貨店嘛，又可以試，不過冇試。我講兩萬四，你睇佢差不多點。咁有聽說重點冇？有啊。有啊。那親戚啲人會安尼，那個冇演別的，就這個拿出來下，拿錢拿個出來笑，你能買的東西，那就會幫人家破大。買東西拿來用啊！咁我頭先點方嘅糖。我呀，是我，就是所以拿。本來人發現你會幫人收啊咧。即係幫阿婆把我大。迄阿婆提重點。阿婆重量較大啦，阿媽沒有啦。我嗰時就講，我教她做生意嘛吼，因為阿媽會出去做生意，佢就講做業務啦，做罐頭業務。阿婆就吐東西咧，吐卡。唔係為你卡路係靠差不多點，係媽媽有伊嘅投入，爸爸有伊嘅投入安尼。我爸係做老師長啊，好教書。係哦。嗰個人講嘅東西咩話，買東西就有，就講我卡做嘅東西先多年，嗰時候我會繼續要可能要看一下，根本要看一下。我有時候聽阿媽茶出去送罐頭啊，以前我到台中買做就。停嘅嘢做晒一嘴啊！嗰種顏色其實都係會停落安尼做嚟做。喂，有時啊聽說辦東西，佢以前送貨嗰時罐頭佢用上嘅裝訂嚟嘛，細細陣係做得辦，係忙咗少時間，5、6歲人係會做得辦，細東有爛，你兩個人辦得嚟，辦貨物這樣。咁唔後來係唔係太好，能到台北？錯。家下嘅同時用輕用嚟上自家嘅未來啊！我知道，我上世就會好奇寶寶嘛，就想看上做。意思就想講，有機會發現世界各地航業鏈嘅，所以出去對我嚟講冇乜問題。其實我細個時間我就自家買票安尼，來台北了2年就做唔了安尼，一間呢。
2020年，系哦，系啊，嗰时候我就动家咪，因为我阿姨啲特别美，我有时会讲，也拜年啊，想去特别请阿姨，就打电话，阿姨今天去哦，不这个意料，去买票就坐公车，天天的都中火啊呢，我情感呢，嗰时候要在新界哈，你讲啊，去到铁路走到宜兰咩啊呢？你太搞笑，你只有宜兰做嘛？哦，宜兰係唔提示疫情咩？我即刻打电话，因为唐豆公这边有电视台，我做新闻。哦。我就讲，你们有劝广电科毕业的吗？我会拍新闻的。你睇電視冇去睇台北？哦。我 TVB 就。原因係乜嘅？做嘛？我所以講以前你有一定會做台北嘛？做嘛一開始做台北，別人做對啦。錯啊。不一樣呢？我屏東也有一門呢。屏東的電視奉那個電視台還沒打電話，你要奉屏幹嘛？有一個電視台，第四台，他就是說，佢那邊有做這種地方的新聞，然後打電話一問。哦。佢比較以後，我說，宜蘭看開有挑戰，因為以前都東埔東清麻煩嘛。左岸18館，南部就清九，中橫去也久，摩安跟台去啊。找一個最遠的、最麻煩的，就跑去宜蘭。我去個第一變成去個清末嘅哈。後來還去一隻叫誒，所以啲嘅省飯差唔多6年，6年嗰時候學嘅差唔多嘅，可能差唔多嘅。同學就打電話講，台北青島電視台的請，人哋做嘛，剛剛到台北了呢，我才挨張都走到台北了呢。跟我想的一樣，一定梯峰最終會到台北。哦，你感覺係，你這個就有一種方法去做幾多嘅好事，我也。佢一成長嘅過程，感覺有乜人對你影響過大嘅嘛？青島呢？你也對我有影響啊？啊，我嗎？對啊。幫你寫報告嗎？我沒有真的幫你寫啦。我覺得人是一種很有機的東西，就是你很有一種敏感度，在跟別人互動的時候，你會知道你的敏感度被什麼東西啟發了。當年講實在啦。立刻欣賞影響感清台，那像佢做節目嘅時間，其實佢大概就懂，因為講，其實突然啊，就話我認識誰，是個文學家鍾肇政、林海音什麼什麼。如果很虔誠，對，其實人係安排清貨呢，那個時間大家聽到，而且佢人係懂得嘅想法打開了。但是如果說有導師的話，他是我的很重要的人生導師，因為佢講一件事情啊，是有輕重要，佢講，他講你唔係青島嘅。要沒親手要做一個 connection，就是平衡大的，幫助小的。這對我來講，當時糖豆鴨給你新震撼。嗰時候對做客家的東西，你看，佢可以按嚟給你，就這樣的胸懷，就是不會只是說我去嘎，他就希望我的族群跟我的生活，可以再稍微改變一點什麼。嗰時候要做個，從那給時間可以是做新的東西，感覺會凶害的事情。我是不是可以做一點平衡，找一點弱勢的來報道？但很多人報了就沒關係，就讓他們去做。我會開始走向一種那種，也不是說濟弱扶貧，而是說至少要知道說我們有什麼角色可以扮演。做單位某年會做嘅事情上單位某年會上嘅題目。不過因為這樣就可以出來新的路，因為譬如講做一隻刺激嘅題目，某年做啊，幾來做啊，做出來就有新的東西。做這種節目，某年做過，做出來就新的東西。所以你永遠要找到你的紅海、藍海，要分清楚。唔見啱你做有貴監去聽成幾多年，向下講嘢。唔見啱用看台灣嘅樣式怎樣吧？我們還有優勢嗎？我看好，因為幾年其實青春優惠事件，所有送因為電視台20年來變化青動態廣告量走了嘛，他把廣告主都去 YouTube 啊，去 Facebook。上海電視台收視率大降，因為做嘛咯？因為他就看 YouTube 看多媒體。多那樣片。因為你喺講看 OTT， 你都得七個群時間看啊，每天都8點開始打開電視。所有嘅省份全部改變了。就嗰時間，因第一件事情，所以我嗰時間離開電視台就安尼，因為一天全部冇共用嘅。多啲下見平穩定，就做一件事情，嗰時係上嘅是錯嘅，因為嗰種傳統嘅電視台運作方式，台灣係做唔得嘅。嗰時候我談講，一年也有
某空天可能要开始裁员了，因为他的广告收入一直在减，广告收视率一直在掉。那讲 cable 跟嘛有懂减线啊，压双礼拜空要指标，他们都从550万跌到100万呢，压450万左右。要这个说明什么？就是说要到3压的话，一车有变化的。因为上那天就无可能讲老钱得到资助底度，压没钱嘛，就用亲手的钱做。那给人要做嘛？古时候你就开始想下一波，古时候5年前就想下一波做嘛。古时候而且他想的市场就讲，我来撇在国家来他做哈。古时候从要不然后来自己老越南合作嘛，加上了老韩国，有纽西兰、日本、韩国、泰国，要加上了要今年的东西，全部会做老其他跨国他做的东西。因为吃这种吃到讲，我们的公司运作可以稳下来。做内容还可以跟投玩有关系，不管投玩你会投玩的故事，所以故事就更新这种台湾在海外生活或者是有相关的故事来做，这样做有机会往下一步迈进来。古种贵州路看到我们抢口台湾去家，没办法呗。没办法。古种路还会去请别的国家，错，来抢下，来上富上忙上天啊，如果去家做啊，过好过台啊。你像讲。美国还投全世界做戏，一穷卖到全世界。韩国没卖到全世界，台湾根本冇资源，还唔想做全世界用版哦。要贴一张目标，就讲我们有没有可能把全世界的市场再拉进我们这边过？其实台湾有啊，包青天、青凤啊，东南亚就看你有没有看啊？还有 F4、流星花园没有？偶像界的时间，其实高一层就讲有案的风光的时间。亚洲嘛冇哟，就睇下青菜做啊。我呢时去 NHK 参观，给他突然一看，给他的做大河剧的棚的设计跟流程，我真的觉得，他的这个就少了那个环节。他就会做棚内的戏剧，不过给他的就很专业，每个分工、每个细节、每个器材管理，时间排好来哈，你就知道讲，要真紧做一件好事情，一定要按哪张做的。不过台湾就多的是就清清彩彩了，故事就就系看到问题有几多个，你就唔惊死啦。如果讲，我也个按嚟做唔得，咁我路去请做对的方式，我路去想办法做。因为一定要让公司做好来啊，因为公司辛苦诶，董事长。冇，加你的时间涨53年，也43年呢。43家庭呢，冇好做，永远做不得喏。古时候一听都三忙大病做下医啊。不过还系看得出客家还系体验嘅新冠度，三下去扑起天阳，又系同客家有关。虽然系跨国嘅，不过还系同客家有关。其他人继续做到同大家强强起来，强盛起来，安尼。尽量啦，我也唔提讲我做几叫嘅吼。不过有机会我就做得前面下带一下，顺手嘛，冇问题啦。多谢汤哥今日分享案度，多谢。有限本来头路哦。冇问题，唔記得你。呀，佢有到嗰種同人哋玩些識的口感，冇咁樣嗬。冇法做啦，已經俾人哋變化。係啊，呀，佢嗰種係。